听句子，判断对错。一，我们班又有期中考试，又有期末考试。二，你那么忙，我还是不打扰了。三，除了综合课和口语课以外，我们还有听力课、报刊课和阅读课。四， C 班对我来说太容易， D 班又太难。五，他看见别人学，自己就想跟着学。六，学了一上午了，我正想休息休息呢。三，根据提示，听后复述句子。一，都这么晚了，还来打扰您，真对不起。二，我打算下个学期继续跟你学游泳。三，学了一个学期以后，大卫的汉语水平比刚到北京时提高了很多。四，我的阅读能力还很低，所以现在还看不懂中文报刊。五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，给我提一个好建议？六，我星期一和星期四下午没有时间，因为我请了一个中国朋友给我辅导汉语。四，听课文做练习。课文一，情景：安娜在路上遇见木村。木村，好久不见了，最近怎么样？哎呀，忙死了，我们要考试了。怎么现在考试？是期中考试吗？不是，我们12周班没有期中考试，只有一次期末考试。那多好啊，我们20周班有2次考试呢。可是你们的学习时间比我们长啊，当然应该考2次。那倒是。你们的期中考试考完了吗？上个星期刚考完。课文二，情景：木村和安娜继续谈话。到我宿舍去坐一会儿吧。你那么忙，我还是别打扰了。没关系，学了一上午了，我正想休息休息呢。好吧，你们一共考几门呢？3门，综合、口语和听力。比我们少，我们还有报刊和阅读。你们的期中考试难吗？报刊和阅读很难，因为我看汉字的速度太慢，时间有点来不及。而且，报刊考试里有一些新闻中常用的词，特别难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听力考试。你平时应该多跟中国人聊天儿。我觉得中国人说话太快，我听不懂，就不敢跟他们说话了。那可不行。课文三，情景：小王跟大卫谈话。大卫，你下学期还在这儿学习吗？现在还没决定，不过我很想继续学汉语。想学就再学半年吧。可是我不知道
该参加哪个班。为什么？现在我在 B 班学习，老师说下学期如果去 C 班可能太容易了。那你就去 D 班吧。但是我又担心 D 班太难了。有没有水平在 C 班和 D 班中间的班？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班，所以很麻烦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觉得你还是去 D 班吧，虽然难一点，但提高得快。要是我一点儿也听不懂怎么办？你可以找个辅导老师。再说，你也不会都听不懂啊。5. 综合练习。1. 听后复述句子，然后用指定词语造句。1. 你可以找个辅导老师。再说，你也不会都听不懂啊。2. 你来得太好了，我正想找你呢。3. 我觉得中国人说话太快，我听不懂，就不敢跟他们说话了。4. 听力课上，木村常常很着急，可是越着急越听不懂。5. 这次考试很容易，你不会不及格。6. 泛听练习。泛听1。木村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学习，他现在是 B 班的学生。他一共有3门课：综合、口语和听力。木村最喜欢综合课，因为他喜欢学习语法。更重要的原因是，综合课的课文很有意思，老师讲的也很好，还常常开玩笑。上综合课的时候，木村觉得很轻松，一点儿也不累。对日本人来说，口语和听力比较难。木村汉语说得很慢，所以口语课上他回答问题的时候非常紧张。听力课上听录音时，木村常常很着急，可是越着急越听不懂。泛听2。情景：丈夫和妻子一边做饭一边聊天儿。今天我去幼儿园接小红，她说想参加英语班。汉语还说不好呢，学什么英语啊？可是幼儿园好多小孩都要学呢。小孩子看见别人学，自己就想跟着学，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英语是什么。那以后上学了，别的孩子都学过，就咱们家小红没学过，多不好啊。这个班什么时候开始？下个月，现在就开始报名了。一个班学多长时间2个月，咱给小红报个名吧。？2个月能学会什么呀？就是学了，等他上学的时候也早就忘了。你是不是不愿意花这个钱呢？为了孩子花多少钱我都愿意，只是我觉得这个钱花了也没有用。